台北市大业高岛屋3年前申請變更使用執照，甲5樓停車場改做賣場來增加營業空間。民進黨的議員簡舒培就跳出來質疑講，賣事是閣一個金華城的弊案。市府是表示講，這案的停車場變更，一切是攏照程序來辦理，並無違法。台北市士林大業高島屋百貨公司3年前申請變更使用執照，將5樓停車場改建成商場，增加營業面積。不過，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簡舒培是質疑變更過程好親像無符合法規甲程序，猶如金華城的翻版啊！第一個是郝龍斌不同意，柯文哲同意了，這樣的這個變更讓廠商獲利，但台北市政府得到什麼？台北市市民得到什麼？台北市的市民是失去了停車空間。簡舒培講，大業高島屋伫2022年啟動改造計劃，不過早伫2010年就送申請變更，予郝龍斌市政府幾落屆退件。3年後伫郭文鐵市政府時期，閣再提出申請。迄個時陣擔任台北市副市長的偏金星，伫2021年召開2屆研商會議，現任市長蔣萬安上任了後，許可變更。现在放行核定的呢，都是符合程序、符合相关法规的。而过去郝龙斌市府时代没有放行的，现在蒋市府其实也没有放行。也就是说呢，目前看下来是符合相关程序的。天管处驳回，大業高島屋是早期獎勵投資案，穩準伫私人停車場用地興建商場，必須符合倒目標使用總樓房面積1/3商場、2/3停車場的規範使用。停車場變更商場符合倒目標使用辦法的規定，並無違法。建管處是表示，經過天管處112年1月12日會簽回覆，通過初步書面審查，符合商場總樓地方無超過1/3的規定，所以同意大業高島屋進行使用執照的變更申請。公視新聞採訪報道。